边去！我打死你！你个贱货！我打死你！我打死你！ 你这个贱货！没你事儿，你给我滚一边去！我打死你！你个贱货！我打死你！我打死你！叫你给我一边，老公！大姐，打死你！肯定是有什么误会。你是什么东西呀你？啊！住手！ 喂，峰峰，什么事？喂，你大声点。李环，救我！我这边很乱。老公，你个小三儿，破鞋！我待会打给你。喂，不要打了。李环，好了，这样的人以后别打了。谁娶谁倒霉？ 够了！大姐，冷静一点，冷静点，大姐。走吧。哎，好了，大家都散了吧，继续玩吧，没事了啊，没事了。走。接着唱。别拍了！别拍了，滚！ 我们走吧。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，请稍后再拨。Sorry, the subscriber you dialed cannot be connected for the moment. Please redial later. 李
我送他上去吧。嗯，好。回去好好休息一下。咱们去花园走走吧。就坐这儿吧。想哭就哭出来吧，这样心情会好一些。事情都过去了，也不要再想了。不好意思啊，让你见笑了。谁还没有难过的时候？哦，对了，我看你的胳膊，嗨，都是我不好。没事儿，这还没有剧组打的重呢。我这儿有这个。这是什么呀？怪不得叶波说你是个外星人，你连这个都不知道。这是创可贴，贴上它以后，很快就会好的。哦，好了，谢谢啊。也不知道叶波到家了没。芬妮啊，其实我兄弟这个人吧，他就是孩子气，再加上今天心情不好，但是我能看出来，他是非常喜欢你的。我不怪他，真的。任何一个男人看见今天这种场景都无法忍受，更何况他家族毕竟特殊，万一要是上了头条新闻，真的，一切都会变得非常糟糕。为什么我们每个人都不能自己做主呢？你知道吗？他家里对他非常严格，而且他跟我在一起也需要很多勇气的，所以我希望他好，你明白吗？